陈前宫的小福子捎来一封信，奴婢念给娘娘。念吧。敏儿，有人捎信给我说你被皇上关押，为兄甚为担心。那狗皇帝如此待你，妩媚勿再留恋，必要时且以法术逃生。拿来。告诉小福子重重有赏。是。对了，这让小福子把这封信放回原处。是娘娘。书信可被侍卫搜到？回娘娘，是已呈给了皇上。皇上怎么说？说是要将敏妃娘娘关入玄铁楼，上10道锁，择日处死。新兰，如此害人性命的事情，佛主一定不会原谅我的。娘娘，您这是为了皇上和大清江山啊！妖孽不除，后患无穷啊！但愿吧。娘娘，您别想太多了。新兰，陪我出去走走。这位是13号的吗？是的，娘娘。参见熹妃娘娘，快起来！你怎么不跟大家一起去玩啊？因为他们说我娘是妖怪，不和我一起玩。娘娘，天色暗了，你该回去休息了。让他们都散了吧。参见熹妃娘娘，都散了吧。新兰，我想见敏妃。恐怕那妖孽他……都在门口守着。是。别怕，猫都跑远了，放心，有我在。熹妃娘娘，熹妃娘娘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们家娘娘吧！我
锦绣，你们家娘娘犯了弥天大罪，能留全尸，皇上已经很仁慈了。喜妃娘娘，把这个丫头给我拉下去！走。妖孽，全都是妖孽！我又回来了。老人家，您去哪儿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喜妃娘娘，喜妃娘娘，求求你不要害敏妃娘娘，敏妃娘娘是无辜的呀！老人家，您冷静一下，她不是喜妃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书上云锦衣服就是喜妃的。老人家，我这有张照片，上面喜妃娘娘穿的是挽袖云锦，样子也和小黎不一样。喜妃娘娘，把这个丫头给我拉下去！难道他们是换了衣服？姑娘，你在哪儿啊？姑娘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可能就是我的主子，敏妃娘娘。敏妃，妃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您醒了。老人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呀，您为什么说我是敏妃？娘娘，你难道忘记我了吗？我是你的丫鬟锦绣呀。锦绣。其实，我也来自300年前。什么？娘娘，原本您在山中修仙，与世无争，直到那一年。小女子拜见皇上。姑娘快快请起。姑娘方才毫无字啊，请问姑娘芳名啊？敏儿。敏儿。
朕刚才看见你翩翩起舞，引得蝶儿围绕，美若谪仙，不知姑娘如何办到的？敏儿自小修仙，会些法术，那些蝴蝶是敏儿用仙法变出的。姑娘会是法术？那刚才有一只小鹿从这里消失，莫非也是姑娘变出的？不是。啊，那一定是姑娘惊动了小鹿，害得我错失打猎的机会。朕要你陪朕。皇上，敏儿何德何能，岂敢蒙受龙宠？天色不早了，敏儿要回去了。那这个就当是你送给朕的定情信物。朕在围场等着你。小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天意啊！敏儿，敏儿，敏儿，宫墙如囚笼，你真的确定了吗？对不起，师兄，敏儿今生只能负你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是皇上？不，师兄，敏儿不是这样的人，是因为这个。师兄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知道这个镯子一旦从我手腕中掉落，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，师父曾经说过，一旦你真正的遇到了有缘人，手镯自然就会掉落。所以，你要觉得，你要已经遇到命中注定的有缘人了。虽然我们地位悬殊。好吧，敏儿，那师兄只求你记住一句话，无论日后何时何地，只要你需要师兄，师兄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。对了，这个你拿着，日后万一突发急事，你就吞下这颗金丹，便可保命。师兄，这个是你花了10年的功夫练出来的金丹，敏儿不要。金丹可以再练，处处暗藏杀机，日后你要多加小心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喜妃你有孕在身，不必行此大礼。谢皇上。皇上这几日辛苦了，臣妾让宫女们在永和宫特地给您点上了从西宫运来的香薰，听说可以去倦意，让人心神气爽。皇上您看啊，不用了。外出这几夜呀，多亏了敏儿用法力替朕消除疲惫，朕现在感觉非常好。可是皇上，你现在要减少外出，赶快回宫安胎吧。走。姐姐，传闻果然是真的，皇上果真娶了个妖里妖气的野女子，还封她为敏妃。听说会什么仙术，我看就是妖法，迷惑了皇上。姐姐，您这还怀有龙种，皇上也不多看2眼。够了，自古以来，后宫佳丽3000，今儿个多个娘娘，明儿个多个贵妃，都是常有的事。别乱嚼舌根了。先来，我们走。老人家，喝口水吧。谢谢。
听您这么一说，这民女入宫，恐怕是难以面对宫中的金枝玉孽吧？哎，不错，好景不长。自从皇上赐你们云锦之后，江南织造才送来2件上好的云锦衣服，除了袖口不同以外，花色与纹路世间罕有，仅此2件。这件你们姐妹要好，便把它们赏给你们。臣妾谢皇上赏赐。臣妾谢皇上。平身吧。急救，快点！急救，快点把衣服给我，快点！娘娘穿这衣服果真好看，我定要在皇上大寿那天穿上它，皇上一定很开心。这御花园整日里看都看腻了。那皇上，你想看什么景致？朕记得和你出狱之时，青山绿水，还有满山遍野的野花香味。对于我们修仙之人，这有何难？哦，是了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呀！如今想起，犹在昨天呐。朕还记得，就在这里翩翩起舞，朕只一眼，便终身难忘。没想到皇上还记在心上。当然了，这要记一生一世。是一生一世吗？唯愿生生世世。姐姐，你可听说了吗？昨天那敏妃用妖术把整个御花园都变没了。怎么没有听说？这件事宫里头上上下下都传遍了。这宫里住着个妖女，我们可得请个萨满法师来驱鬼辟邪才是。萨满法师？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昨天那敏妃在宫里施展妖术，我们只是在商讨避嫌，也只怕那妖女会危害到皇上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2姐妹人微言轻，还望姐姐提醒皇上，以免……够了。这件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，如果被皇上知道，小心你们俩的脑袋。是。熹妃的储秀宫，许多的宫中都摆满萨满法器，这是为何呀？这……说，奴才只听说是因皇上与敏妃娘娘那日有缘，敏妃娘娘施展仙术，令宫中上下人心惶惶，
所以放肆！奴才该死。传话下去，若有人在妖言惑众，扰乱后宫，朕让他人头落地。这……那皇上今夜翻哪位娘娘的牌？百家丑秀宫。这。